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这个蛮有能力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现在和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平安。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们一起静下心，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在迷失跌倒的时候仍不忘你的同在。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更活出你的样式，也能传递你的福音，做你所喜悦的子女。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同在。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人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好，那报告，我现在报告交个消息。公导事项，请大家在为上面有列到有身体病痛或者是需要代祷的兄弟姐妹们，请为他们一起祷告。那也请大家为5月10号母亲节感恩礼拜各团契的准备，替他们祷告，让他们准备的都能够顺利，到时候有好的呈现。那也为目前不断发生的战争，希望主可以赐给各领导人智慧，那让他们能够尽快结束这些不必要的纷扰。好，接下来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总宗会所定的校园事工奉献主日。那我们感谢基督教会陈光胜牧师来为我们做分享，然后我们的一节牧师前往基督教会做交换讲台。然后也为大专学子在灵性养成上的需要关心奉献，就是大家在拿到周报里面也会有另外一个信封，就是要奉献给大专他们的奉献袋，大家可以准备一下。第二点，114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报税季节，大家可以去下面的月献柜拿去。那如果没有的话，再跟干事或者公部栏那边找一下。接下来5月10号，下礼拜是母亲节感恩礼拜。那礼拜中有儿童主日学、少年团契、英法族为后处兵的献诗，然后教会也会准备小礼物，所以欢迎大家邀请自己的母亲或者是陪同她一起前来参加礼拜，到时候会有特别活动，来就是帮母亲们庆祝这个母亲节，感谢他们平常的辛劳。最后一点，团契消息：5月2号星期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聚会，主理是郑美长老，请妇女团契的人再注意。最后是奉献明细，大家请自行参阅。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干事反映，我们下礼拜会做刊物。好，报告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进行奉献。我们请司线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一周带领我们大家平平安安的，又一起聚集到你的面前来，一起用诗歌赞美你，一起聆听你的话语，然后阅读圣经上面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借着圣经或者是牧师的讲道，你要劝勉我们、慰藉我们，甚至要警醒我们。要学习你的样式，不要随着社会随波逐流。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在顺利跟不顺利的时候，都能够记得你是与我们同在。
而不是在顺利的时候就忘了你，只有在逆境的时候才会想起你。主啊，求你时时提醒我们，也请你看顾每一个团契，他在准备母亲节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发想都可以顺利的展现出来，献给母亲最好的表演。那最后我们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5到17节。那我来念，你们大家仔细听。好，第15节，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的圣经到这边。那讲到今天是晨光圣牧师带来的主题是圣经中的上帝。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建成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今天是北区大专纪念主日，那我仅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跟各位弟兄姐妹请安，也跟各位道谢过去长期的为大专的代祷、关心跟奉献。那台北大专中心呢，是由七星中会跟台北中会共同关心支持。团队目前整个传道人跟全职兼职的同工有6位一线的同工，那基本上关心35间大专院校的学生，设立了17个团契，那稳定出席大概有180个学生。那如果间接的跟学校有一些教牧的一个团队来合作，大概也关心到400位大学生。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世代少子化，年轻人流失，但事实上，许多年轻人虽然离开教会，依然在学校里面有机会透过大专的事工来认识主。愿我们持续关心这样一个事工，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愿你自己开启你的话，让你的话让我们说的听的都真实明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本应该看起来很熟悉的圣经，你有没有整个完整的读过一遍？我想有许多基督徒人生总有那么的一个时刻，就是立志奋发向上，好好的把圣经读完一遍。很多人大概就是在农历年过完的时候，或者是新年1年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立志，然后创世纪开始读。读着读着就进入了埃及，然后就出不了埃及了。当然有人出了埃及，感谢主，就进入旷野，就再也走不出来了。基本上我常跟人家分享说，如果你有失眠困扰的，利未记跟民数记是个蛮好的经卷。你数着数着，看着人民，你就睡着了，或者是念了一大堆你也搞不清楚的一些律例典章，你也就睡着了，反正你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摆上这么多东西，然后甚至有一些献祭的东西，你要念12次，一模一样。念第1次、第2次、第3次、第5、第7次，然后开始睡意来了。第12次还没到，感谢主，阿们，你就已经平平安安的进到了梦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只是祷告，只是跟上帝聊聊天、讲话，容易多了。看圣经，太难。很多人就会问说，牧师告诉我圣经哪里是最重要的？
我没有时间把它看完，但是最少不要搞不清楚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嘛。有人就会说啦，圣经当然是读新约啦。有人毕其一生，圣经只读新约，旧约大概就是在讲道的时候翻一下而已。然后现在因为许多的教会讲道都是 PPT， 所以毕生不翻圣经一次。有人就说我有安装圣经软体，有，基本上就装而已嘛，对不对？装完之后，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会去翻一下。比如人家说，这里圣经有讲啊，真的吗？看一下这样子。有人就说新约很好，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一翻开就有4本，哪一本比较适合初信的基督徒读？你会发现大家总要努力的去找一个划重点，然后呢，找那个比较容易进入的地方，好像总是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进入点。问题就在于这些捷径跟方法真的有办法帮助我们更快速的融会贯通上帝的话吗？还是上帝的话总是很难读得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不会觉得怪怪的吗？就是基督徒觉得它很重要，然后它的重要性重要在牧师怎么说怎么算，你自己也没有办法看懂它，总不觉得这样子很奇怪吗？应该很奇怪吧。事实上，那保罗怎么去看这件事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3章。其实前面你在看提摩太后书前面，你会发现保罗给了提摩太许多牧会的建议，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当时时代的困境。他对提摩太说，那个时候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用白话一点的意思，保罗对提摩太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时候的人们都只在乎自己的需要，凡事呢就用金钱来衡量价值，常常自以为是，对别人酸言酸语，不尊敬自己的父母亲，爱占人家便宜，心里常常想一些接触一些污秽的事情，人与人的关系疏离，爱记恨，爱八卦，无法约束自己，很容易暴冲，甚至存心善良的人都觉得这些人很笨，没有中心思想，常常做事情只在乎个人利益，贪图享乐，不看重上帝，或者你可以理解不相信神明。许多在教会里面的人看起来很敬虔，却常常只是为了凸显自己，并不是真实的爱上帝。不知道当你听完保罗这样子对提摩太的说法，你有没有一种感触？可能在教会里面你会觉得没有这些问题啊，不过你最少一出教会，我刚刚讲的东西有70%你应该心有戚戚焉，因为它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实况，不是吗？也就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问题，他不只是在2000年前，他更是在今天非常体贴我们现代的时代处境。我相信我们一定常常听过有人说一句话，做这个东西，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嘉奖？能赚钱吗？我们注意到当花莲需要很多人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奇怪，这些人怎么笨啊？他们在干嘛去那里能赚钱吗？然后就有开始很多奇怪的阴谋论跑出来。你会发现许多人对于做事情一定要享有好处有很强烈的意图，当他觉得有人做事不求什么回报，不求好处，他觉得这一定有鬼。另外我们相信也常常看到在网络上，
常常有人酸言酸语，有人只是 po 了一张照片，或者有人只是分享了一件事情，就会有人说很奇怪的话去讽刺，甚至去批判。有一些人因为受不了酸言酸语，甚至就因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不要说少子化，照顾父母成为许多人的重担。许多人面对照顾父母这件事情，其实不得不选择自私一点，否则他根本活不下去。每次我谈到这里，我就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几年前有一个广告，对很多人来讲很温馨，但是后来应该有特别的舆论把它撤掉了。这个广告是这样，有一台车子，他在卖7人座，一个孩子很开心，他说我车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超幸福，6个大人照顾1个小孩。然后我那时候看了那广告说，鬼片，想想看这个小孩长大，你要照顾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不觉得6个大人照顾1个小孩轻松？1个小孩要照顾6个大人，或者是1个大人要照顾6个老人，那是梦魇吗？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他生命的困境。当你告诉他他要孝顺，他不是不孝，他是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必须看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当这些问题、当这些挑战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人们该怎么回应他？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上帝话，学习圣经教导的，这个教导能够让你确认耶稣是基督，并且面对生命困境有智慧。这圣经是上帝所启示，与提醒人、管教人、引导人走向正确的道路，学习良善是有帮助的，叫我们这些因着上帝美好旨意创造的人，得以与上帝一起同工，经历上帝的美好。提摩太读的圣经没有新约福音书，那么保罗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在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候，上帝可以透过这本圣经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甚至让我们与上帝同工呢？我相信许多人，其实你从小就知道，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就知道读圣经很重要。不过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读圣经常常成了奢侈的活动。想想看，当你听到读圣经3个字，是不是很常你的反应就是我没有时间？好像能够读圣经、能够好好看圣经的人，都是时间大富翁。基本上要么就是传道人，看起来闲闲没事做；要么就是退休的老人。因为我们其实有太多生命的事情要面对了，真的没有时间呢。你会发现，很多人觉得生活已经让你喘不过气来了，怎么会有时间读圣经呢？不过，许多人在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候，又不得不承认，那个在你祷告中心里跑出来，带领你往前面走，让你拨云，真的是在神的恩典中看到方向的，是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跳出来。许多人生命的见证不就是如此吗？就是在你祷告寻求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上帝的话成为了你的灯。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经成为了我们与上帝连结很重要、与上帝对话的窗口。事实上，圣经正是记录着上帝与所有人类真实生命见证的那种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录着人们从无知、救赎、偏离、重新校正、跟随的过程。以下幕是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看看，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人生命得救的历程。可能你不会完全跟这个比喻一样，但你可能生命中总有那么几分会跟我等一下讲的这个现象很像。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基本上他在生命在认识信仰的初期，他可能面对生命中的困境、捆绑，不论是经济的、
家人互动的、朋友关系、情感，或者是坏的习惯，甚至有人吸毒，甚至被一些不好的事情所捆绑。然后你可以想象，当他在痛苦中，有人分享了信仰给他，可能是他的朋友，也可能是常常为他祷告的家人，长期为他祷告的家人把这个信仰带给他，让他透过这些不论是朋友或家人，认识到上帝真是自己生命中的救主，因为上帝救赎了他的生命。他可能有一系列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那个结果，就是他一定是被摸着了，他一定是有深深的感动了。那个感动是上帝是我的主，主耶稣是我的救赎，我好喜欢到教会。一定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他开始进入教会，甚至决定受洗，稳定在这个信仰里面。接着当他觉得一生一世要跟随主的时候，生活就这样继续过下去。那一种因着上帝的恩典脱离了本来生命困境或难处的喜悦，却在不受困的情况之下，他发现他有新的挑战来了。因为过去当他被辖制的时候，他可能很痛苦，但是在那个痛苦里面，他只要照着本来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生活，也就这样过下去了。结果上帝的恩典救赎他脱离那个痛苦，却他得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很不容易啊。他必须去认识上帝的法则，跟随上帝的话语，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模式，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开始发现要更认真的认识上帝，跟随上帝好难。忽然间发现，尤其是上帝不像是刚开始初信的时候那么容易听自己祷告。我们常常会说，你祷告要灵验，要去找初信者，因为初信者祷告超灵，没有停车位有停车位，想要什么事情都心想事成。直到他信主了之后，奇怪，祷告的时限就会变拉长，好像反应没那么好，上帝好像要去顾新人，没时间顾你这个旧人。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要认识上帝，跟随上帝，既然要好好学习，真的很不容易啊。这时候你就发现，祷告像是在对空气说话，但是打开电视看一些特会的讲员，或你直接就去参加一些特会，深有感动。刚开始总觉得哇，那就是人生的绿洲，去了之后就会觉得哇，我被充电了。通常一次特会的有效期限1到3个月，一次充电就满3个月。后来当你参加越来越久，它的那个电力的那个持续度，就像你的电池一样，看起来100%，但这是不够力。1个月、3个礼拜、1个礼拜，到最后你参加特会当下的时候一样痛哭流涕，十分感动。一离开会场，忽然间一种很深的空虚感。上帝啊，你只在那里吗？你忽然间发现，你总想要跟随某些特别的人，希望那些人或者那些偏方或者那些想法，你总觉得你好像吸毒一样的被黏住了。因为当下很感动，但是慢慢的回头，你的确还想要抓住那些所谓的属灵前辈、属灵权威，但你自己其实还是很惶恐，因为你不确定上帝的心意。当你觉得跟随这些属灵的前辈、属灵的权威很踏实，你却发现在你生命中几个重要事件里面，不论是政治性的，不论是一些社会议题性的，你所相信的属灵前辈，他们的意见不太一样啊，他们会吵架，那他们都拿着圣经说着，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对。然后你发现有些教会就这样分裂了，因为年轻牧者想的跟老牧者想的不一样。这时候你就说那是守旧派，那是革新派。总而言之，不管你编了什么样的说法，他们不一样，他们就分裂了，他们就各自为政了。而你这些跟随者，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你要跟谁。
保罗曾经说过，有人说我是跟着耶稣，我是跟着彼得，我是跟着保罗。保罗说：你们在搞不清楚吗？没有人可以让你们跟啊，你们只有真实的与上帝建立关系啊。你就会发现，当人们想要从这些属灵的前辈来找寻上帝，甚至因为这些属灵的前辈可能因为财物，可能因为情色跌倒了，这时候就有一群本来跟着的弟兄姐妹跌倒了。很奇怪对吧？明明是人做错，结果上帝要背锅。哎呀，我不相信这个信仰了。奇怪，明明就是这些人错啊，这个信仰的那个上帝没有问题啊。但你会发现有人说啊，都骗人的啊，因为你跟错人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不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吗？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还是得回到上帝面前。他发现不应该把他的焦点放在人身上。他发现上帝没有离开过，上帝的心意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更改过。当他回头，当他去看见，他发现他更深的认识上帝。我刚刚描述的那个情境，是一种人被救赎，进入像旷野时期的撞墙期，然后试图在上帝的话以外去寻找上帝，然后追求权威，生命被破碎，重新回到上帝话语的脉络。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它很熟悉？我不确定你的生命脉络有没有这样，但基本上如果你有看圣经的人，你会发现圣经的脉络就是照着这个脉络走的。从创世纪你会发现，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的创造充满了智慧，充满着美好，充满了上帝美好的规划跟旨意。上帝对于这些被造充满了肯定，然后他要我们好好的回应他，与他同工来管理世界。不过人总很容易为了自己眼目的情欲，为了自己肚子的需要，偏离了上帝，不小心把自己的眼光从上帝移开了。人们的犯罪常常不是因为要为上帝做什么伟大的事，常常都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不是为了建造这个世界成为更美好的存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不同情况之下各样的需求。人们离开上帝常常是为了自己，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甚至做了许多让上帝难过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当你为了做这些事情，你就陷入了另外一个被奴役的情境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到最后，这些以色列人进入了埃及地，他们的确面对生命的困境，他们的确需要那个时期短暂埃及人的帮助，却他们就留在了那个地方，享受在那个地方的好处，甚至敬拜起那个地方的神明。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埃及人奴役？因为他们一直不离开那里。埃及人换了不认识约瑟的君王上去，就开始奴役他们。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是这一群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在错误中拉拔出来，不是吗？以色列人代表的其实就是全人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刻，你会看到这一群人被上帝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除了一开始感谢上帝，接下来是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对吧？我们出来，我们在埃及里，我们有东西可以吃，我们有韭菜，我们有肉，对吧？我们为啥出来？在埃及我们有水可以喝，在这地方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你会发现圣经所讲的这群人，是不是刚我前面讲的那个人的状况很像？一开始信上帝，感谢上帝把自己救出来，然后开始要学习新的生命样式跟价值观的时候，就开始说：哎呦好累哦，哎呦好难哦，哎呦做不到，还是回头吧。你会发现接着人们就进入了一种信仰的撞墙期，生命的撞墙期。因为上帝没有办法像神灯精灵万应公有应公的，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他要你跟随他，他要你认识他的话，他要你走在他要你走的道路中。
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有一个很经典的一段，有12个探子，这12个不是默默无名的，他是12个支派里面的族长，基本上是握有极大的权力跟人们对他的信任的。这12个人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带了很丰厚的果实出来，他们说那里真的很棒。不过只有2个人说我们进去吧，另外10个人说进去就是死。然后呢，这10个人就是怂恿全部的人要把这2个人打死。你可以想象，当一群人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从埃及出来，是一群人共同见证的神迹，却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另外一个美好之地，是上帝的应许，他们却说不可以，会死。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会看到了接下来人们进入了，当他们有机会真的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开始发现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相信上帝。你进入士师记，你看到他就像是2代基督徒，他说哎呀，那些过去的故事我听很多了啊，上帝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结果他们不认识上帝啊。你进入士师记，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一群把上帝当作神明却不认识上帝话的人。你发现这里面的士师带着他们要打仗之前说，哎呀，上帝，如果你保守我出去打仗，我赢的话，我回来就把看到的第一个人烧给你。上帝在之前就已经提醒他们不可以这样做，看起来他一定没有读过，所以他做了什么事？他学习在附近其他异邦外族相信神明的方式。其他异邦外族把最重要的人，把最重要的东西献给上帝，就是烧给上帝。所以在其他外族把婴儿烧给神明是常常有的事，而在这个地方把最重要的人烧给上帝，是这个士师在要出去打仗的时候说的话。你可以看到士师记很可怕，因为它是一群相信上帝却不认识上帝这群人的行为。然后他们发现啊，糟糕，我们不能这样信上帝啊，我们乱七八糟的，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信上帝。他们就开始寻求君王，他们说我们要王。撒母耳跟上帝说啊，他们要王。上帝很难过了，说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人们觉得听上帝的话太难了，人们决定听人的话。撒母耳提醒他们说，你要是立君王，你们就重新回到了被埃及人管辖，你们的子女要为这个君王做事情，他甚至会剥削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说没关系，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要一个王。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列王历代，他们有了王，他们的王分成南北国，他们的王最后带领他们走向灭亡。你会发现这跟前面我在讲那个非常像，当人们在信仰里面不愿意连接于上帝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便捷之路就是找寻一个相信的信仰前辈，直到那个信仰前辈也没有办法带他们到上帝那里。然后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他们就重新被奴役，亡国了之后灭亡，回到以斯拉尼希米记，他们重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被建造，重建新的国家。那种从上帝开始重建的生命，某一方面是好的，但某一方面是捆绑的。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了许多的先知的提醒，智慧文学的帮助，让这些人知道他们只有紧紧的抓住上帝，他们才会有新的生命。不过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创造出他们新的捆绑，就是他们太害怕离开上帝了，所以他们把怎么样爱上帝写成了一个一个的法条。听说到现在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是犹太教徒，你不会去按电梯，所以以色列人专属电梯每层楼都会开门，因为在安息日当天你不可以按钮。所以如果安息日当天你忘记开电灯，你就会在黑暗中，直到你跑去跟隔壁不是犹太教徒的人说，可以帮我开灯吗？你很难想象，但他们是因为吓到了，他们害怕他们在
遵行上帝的律典中触怒了上帝，所以他们这样做。耶稣的诞生带来我们，除了耶稣是祭品本身，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一切代价，他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上帝的话。我们看到耶稣最著名在讨论的就是安息日，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为了安息日需要遵守太多的条例，人们又重新被捆绑了，而耶稣让人们跳出这个捆绑，却不离开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犹太人因为耶稣的教导开始做宗教内的改革，因着基督徒被逼迫而将福音传扬到各地去。我们看到了保罗的书信，众使徒的书信，帮助我们更有自觉，更能够实况化的去活着美好丰富的生活，回应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使命，是管理世界。许多人信这个信仰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当他信了耶稣，感觉好好哦，就结束了。事实上，我们信的耶稣只是我们与上帝重建和好的关系而已。但记得，上帝一开始创造人，要我们管理世界。所以当我们透过耶稣与上帝和好的关系，我们只是重新恢复了与上帝同工的权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历世历代的信仰前辈中，我们与上帝同行的历史被记录着。事实上，圣经之外，我们的信仰前辈继续在写着我们与上帝同行的见证。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这样去看上帝的话，你会发现他跟你的生命很接近。许多人读圣经读到不知道在读什么，是因为那是一本很遥远的书。但如果你读圣经，你看到了上帝与你同在，你看到了上帝是今日对你说话的上帝，你一定有不同的感受。许多人把圣经当作一本符咒书，认为多念几遍就多祝福，可以驱福避祸。我必须说，你有这种想法不是错，但基本上你要把上帝的话真的读到心里面。有时候我看到有人在做速读圣经，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思辨，我没有认为对或错，我只是觉得在3个月或者是1个月把圣经读完，会有点想吐。重点是你确定你知道你在读什么吗？我没有认为它对错，我只有觉得对我而言，它的确有点负担，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来不及去消化它。但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不过要知道，纵使如此，真的要把上帝的话读进去，不要把它当作符咒书，以为看到什么奇怪的邪灵就拿圣经一页一页撕起来当符咒，没有用。我们必须说，我们如果清楚的看见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就不会犯下把圣经的话当作只字片语的祝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人生命很痛苦，他祷告许久，他觉得上帝好安静，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把圣经打开，他一翻马太福音27章，犹大把银钱丢在店里，就去吊死了。他说：主啊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赶快翻第2处，约翰福音13章27节，耶稣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他说：没有，我没有要做这件事。赶快翻第3处经文，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尝了那处，就说完成了。那个人如果真的这样读圣经，他的下场应该不会太好了。我想我们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读圣经。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总有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会这样子。上帝啊，如果是你的应许，我常跟人家说，许多教会在农历年的时候，牧师会发那个经文红包，记得那个不是年度预测、年度运势大预测，好吗？那就是单纯的祝福而已。请你不要一打开，哇！今年上帝说他会给我上尖下流的祝福啊！我必须说，那全部都是美好的话，不是吗？大概没有哪个牧师会在里面准备说你今年会死，不会吧？没有人会在那个经文里面挑不好的。那这时候你把每一个美好的经文当作你的年度运势，会不会怪怪的？所以我们说，
不要把圣经当作符咒书，也不要把它当作签诗，好不好？这样读圣经很危险。读圣经没有那么容易，是因为它的量有点多，它承载的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脉络。但读圣经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它不是专门人研究的，就是你愿意去看它，你就看到了创造天地的上帝怎么样与你同行，你就看到了上帝对人的心意是什么，你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你总是需要透过牧师、透过其他人帮你解经，那就好像一个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吃的婴儿食品。我相信小婴儿吃那个婴儿食品，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的需要。现在在座的各位，有人还喜欢婴儿食品的吗？应该没有啦，因为总觉得它有点恶心。古代的人，他们的婴儿食品是阿嬷搅一搅，然后吐出来给人家吃的。我说现在应该没有人能够吃阿嬷吐出来的东西。不过我们却常常习惯在教会里面消化这样的东西。我必须说，不论是在我们所谓的圣经网站，或者是看到类似宗教的信仰电台里面一些牧师，或者是主日讲台上牧师的分享，我们都在做的是一个努力，是透过我们带领你们进到上帝的话语，让你们自己与上帝会遇，而不是我们想要代表上帝说连结于我就是连结于上帝，跟我走就可以到上帝那里。我必须说，牧师绝对没有这种企图心，因为跟随我只会跌倒，因为我都会跌倒了，你跟着我难道不会吗？记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 pitbull 啦，就是你读的时候读不懂跳过，读不懂跳过，先把圣经当故事书看，看完一遍你就发现，好像有点了解咯，上帝是从古到今做事的上帝哦。读第二遍你就发现，好像有点理解咯，先知是针对当时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看了第4遍、第5遍、第6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了解。然后你有一种感觉，奇怪，我以前好像没有看到这一处经文。牧师读圣经读了最少30年以上，我现在讲的是稳定每天读圣经，一直到最近我都还有，糟糕，这一段有点陌生啊，他写得真好。你会有那种亮光跑出来，那是上帝对你说话，不代表前面30年白读了，只能说这一刻上帝同心，透过那句话再一次提醒我。我们必须说，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吧，让我们喜欢读上帝的话吧，让我们透过读圣经更认识上帝，更靠近上帝吧。愿上帝透过他自己的话彰显他自己，愿我们亲眼见证上帝过去的工作，今日与他同工。愿我们与上帝一起在这里建立地上国度天上的美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要透过圣经来认识你，但太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很忙。主啊，让我们知道只有真实的与你连结，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那真实的美好。就求你吸引我们爱上你的话，跟随你，与你连结。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忆诗。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
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愿亲阿爸天父的看顾，主耶稣恩典的怜悯，圣灵的大能大力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来唱最后一首《民歌》。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做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回家，嘿，说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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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摆上的服饰成为馨香的祭。主啊，你在这当中做主为王，所以你今天透过整个同工团队的服饰，透过这样的信息，更让我们连接你，让我们看见与你同行是美好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摆上的是你所悦纳的，让我们真实的喜悦与你同行的时刻。愿主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同工，在接下来面对生命困境各样挑战中，都有你